台北大稻埕的复兴堂病院呢，是日本时代伫大稻埕头一间由查甫医生所开的妇产科病院。伊当时的医疗用具甲分布拢保存甲真完整。台北市文化局伫进前也改指定做市定古迹，要互民众了解到这段历史。生过鸡酒芳，生袂过四地芳。一句话讲出古早时代查某人生囝的风险。台湾伫日本时代引进现代医学，嘛开始有妇产科诊所。这间复兴堂病院，就是陈曲医师伫1941年开业的，不少大中埕人拢是伫遮出世。名称坑安呢？坑中啊？不是，他那个长的挖边啊，囡仔生好的时阵去洗身躯，洗好有陪楼顶。周太太当初生囡仔拢是伫遮生，伊讲互女医师看嘛较袂歹势。但是伫过去，女性若想要读医科，大部分拢爱去日本。一开始最辛苦的时候是蔡嘉信那个时代刚去，非常非常辛苦，而且文化的那个冲击、差别的冲击非常大。等谢承切他们去的时候，因为台湾已经逐渐的熟悉日本的那个文化的各方面的东西，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，他们是比较舒服的。虽然复兴堂伫1998年结束营业，但是建筑物内面保留完整。台北市文化局也伫进前通过指定市定古迹。伊见证咱台湾这个生产100年来的历史，咱为产部、助产师甲这个病医，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。负责修复复兴堂的李大家建筑师表示，未来会照原本的计经规划共享办公室，而且安排电视计划，用小型博物馆的概念，将复兴堂行过医疗史、电视、候诊人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